过年的新春福地是真侪民众拢喜爱的过年商品之一。今年位伫后火车站的百货业者，即届甚至加码推出台南上大奖168000块的礼券，同时也阁有民众喜爱的电动机车、iPhone 等丰富的大奖。即届因疫情也调整了购买的模式，毋免伫初一来排队，民众对1月23号开始，一直到2月11号，拢会使伫6楼的客服中心来购买。现场会先抽一个小奖，接下来会伫过年期间用线顶直播的方式来抽出大奖。春节即将来临，我们台南大圆百推出台南地区史上最高奖金16万8的一个福袋的活动。那配合政府的防疫部分，我们把原本在大年初一排队的商品我们把它全部规划成预购的方式所以说顾客只要在1月23号到2月11号这段时间营业时间到我们台南大圆百来到6楼的赠品处，就可以2000元购买一个福袋。那这个福袋呢，我们这次推出了3重送的活动，非常的优惠。第一重呢，当然是有一个基本奖，然后另外还有再加上香格里拉饭店提供了10楼的一个buffet的一个500元的一个抵用券这都是非常优惠的。那基本奖部分，我们今年因为这个寒流来不断，我们有推出一些防御的一些羊毛被啦，或者2用被还有床单等商品让顾客让消费者买了之后可以马上享用。那第2重跟第3重部分我们推出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奖项的抽奖。第2重我们有50项商品，包含了一台 Gogoro， 还有 iPhone 12的商品。那最大奖当然就是第3奖就是分享奖的部分是16万8的一个商品券，再加上一台 Gogoro。那会选择这个 Gogoro 商品的部分是目前是因为想用电动车，然后年轻人最爱。那我们这次提供的也是最高等级的一个 Gogoro 3 Plus 的一个奖品，所以消费者如果到我们台南大圆百来购买福袋的话你除了有基本奖以外，你有机会再同时抽到2重、3重的奖项，也就是说你有基本奖，可以再加上一个有机会再抽到一台 Gogoro。那最大奖就是16万8。我们希望台南大圆百今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出现这样的幸运者。除了各种丰富的奖项以外，即届百货也甲饭店以及馆内的餐厅来合作，伫福袋当中会送出各种的优惠券。喜爱买福袋抽奖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今年上大奖的福袋。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